一陣間會報道，東灣屋倫華裔社區領袖黃曉欣得到任命為屋倫港口委員會委員，成為第一位加入呢個管理團隊嘅亞裔女性。活得更健康，由安樂居贊助播出。首席屋倫華裔社區領袖黃曉欣得到市長任命為屋倫港口委員會委員，成為首位亞裔女性加入港口管理團隊。蕭永堯報導。新任屋倫港口委員黃曉欣多年嚟一直為環保同埋社區發聲，今次嘅委任獲得各界嘅高度肯定。黃曉欣表示，今次嘅任命唔單止係個人嘅榮譽，仲係成個亞裔同埋弱勢社區嘅一大鼓舞。我都喺唐人屋倫唐人埠都做咗10幾年㗎啦。咁我最主要同關注呢，就係想我哋啲低收入嘅社區可以有一個dignified 嘅生活，即係我好感謝有呢個咁嘅機會，係可以代表我哋社區嘅人嚟做呢啲咁嘅發展。港口委員會負責管理屋倫嘅貨櫃碼頭同埋機場，對灣區經濟影響深遠。黃曉欣坦言，目前面臨航空旅客量下降、港口運輸壓力加劇等等多重嘅挑戰，但係佢認為危中有機。呢個機會可以發展呢啲咁嘅擴大或者擴闊嘅項目呢，我諗對我哋屋倫會有利益。Alameda 縣議員麗琪亦都有到場支持。Her appointment indeed would be historic. I know that she values and she shares our commitment to public health, economic development, environmental justice,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. 今日嘅儀式吸引咗多位華人社區領袖同埋環保團體代表出席，眾人共同見證呢一場歷史性嘅任命。黃曉欣就表示，會同其他6位委員攜手，努力回應民眾嘅需求。26台記者蕭永耀報導。